我该等几点钟，我在地点仔坐咧等。好。电话，你做来哦？我无啊。人都卖去，门会大，行啦。走啦。你若是要做的生意啊，我你连都讲，等你免做。你老大，别走！你个跑，我都报警！你要去报？张树啊，想袂到你想要诱拐我，破坏我的名声。你又袂讲，明明就是你对手，我袂来。你是啥啊？张树华的客兄啦，一个线工尔。我是什么身份的人？我哪有可能改这种阵营啊？像我什么款的人？我真清楚。你唔通有别人讲话，破坏伊名声。哼，你讲有名声哦？谁唔知啊？你哦，嘛是伊个客兄。你这个小狗吹个人！你走！快点进！赶快！你别抓！你别抓！我先讲，这个是你看的算看对吧？现在这两代志，你搞代志处理好，你要处理不好，你要搞他注意。代志到底是安怎？大家心内有数。以后若是阁有人敢求树仔因，我一定替因出头。我了解一个人尔，汤下开，唔敢冲破的。你敢有野头家？你即摆是讲头家欺负人心？快下，紧着赶快啦！走！讲就是啦，真正有够水的呢。边仔伊两个哦，是表兄弟，食足好的哦。无怪这两个客兄哦，这样有意哦，敢讲哦，有100般武艺。你丢大人头！我白讲啥，阮老师才袂安尼。无啊，啊无是开门窗卡尔啦，啊你也知影？阮大做伙，我哪会唔知啊？你嘛该困哦！你都讲，你就说我来啊！你求求你，好，卖差别的，好我了。你说啊！阿嫂。哎呦，你买安尼，你买安尼啦！谁就要让人走的？谁都走了的，要给我！都是我坏你，我会自己搞的。什么骂你啦？你买老公，看都看了啦！阿嫂，你一日做啥？你把伊人惊掉啊啦！你若去银行，囡仔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，莫安尼啦！实在是。你较冷静的啦。哦，莫哭莫哭，无代志。你是安怎啦？这两张啉伤济啦。爱啉死好啦。你看，爱啉哦。恁大差袂用啊？这个你倒啦，起啦！元华，你来我行。我先生。这高早。嘿，搞早。那安尼，阮先去做事啦。哦，好，无你紧。你啥那走干的啦？不假，我差点要崩了大肠，刚才喷水坏。奇怪嘞，我哪拢无看大手啊？伫遐。大手头上那家家会底啊？什么底呢？原本阿嫂阁想要剃光头，刚才大家甲口渴。是安怎？
啊，就迄个袂见笑的新头家啊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李嫂，你肯定去啦，快去！杜嫂，你哪会走来啦？啊，你规车无咧讲。阿嫂，跟你当食饭啦。阿嫂有讲啥无？阿嫂虽然真减价，啊，毋过伊心内一定就艰苦的，你会记得关心一下呢。我知啦。我差不多好来等啊。李嫂，你不要回去好不好？毋过我会知影差点仔去互赌场掠着的，我看是歹啊。就安尼啊，青伟啊，干那麻烦你挑送小品落去。会用的啊，啊，不过你到底比到什么时阵啊？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你赶紧送伊回去啊。对不起。我是想要甲你讲，伫我人生上失志，想要放弃生命的时阵，是你互我有活落去的勇气。所以我想要报答你，保护你，谁知影煞因为安尼，造成着对你的伤害。我无代志啊，你紧入去困。袂要紧啊，你先入去，看你决定了后，我就入去困。李贵啊，你哪在哭啊？阿布，我把你豆沙刷出来。你想哪讲豆仔我揪我出来啊？哎呀哥！红啊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现在在你想我迄囝啊？为什么豆仔我揪我出来啊？我无要讲啊，是阿勇甲我讲的。林子，若从你巴肚内会喂豆仔，我揪我出来。手啊若大张，就会生灵异，人就会死翘翘呢。我怕伊死翘翘，我怕伊死翘翘。李慧，你莫哭。阿姐甲你讲，阿姐会晓变魔术咯。我当甲你巴肚内底灵影子甲变出来，我变互你看好无？你注意看。李慧，以后你来物件，你会多做袂好笑啊。都是阿姐。啊，好啦，红啊，带你兄妹哦去洗手面，然后食早顿啊吼。来，行穿好，行，坐一点。
平华，你哪想到这种骗囡仔的魔术啦？哦，在我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因为要说伊家林英子食入要巴肚内底，去互隔壁的囡仔搞吓惊。迄当时，阮路上就是变这魔术我看。你以后一定是一个真好的爸爸。大家辛苦啊！稍等我一下，我办公室领钱来还。哦。咩？今仔我来发钱。安怎？头家花钱你有意见？无。无就好。啊，赶紧排队，无想要领钱哦，啊？排队。林树王，在这。我头家。李明华，这。乐天，我。林文楚，这。唔对呢，我那干60块尔。因恁无照规矩，所以扣钱。阮是无照倒条规矩啊。今仔恁有甲物件搬歹去，佮唔知啥物人用的，还佮有。拢总2点外钟的时间拢咧等，无做代志，这嘛要扣钱。够人安尼啦，你安尼无理啦。OK，人家线工的是照理算是，无咧靠时间的，因太只是临时摆的。临时排嘛是排啦。对今仔开始，物件用歹去，迄人哦，伊爱赔。若是唔知啥物人用歹去，来做伙赔。不用做了。等的时间无算钱，还佮有哦。看过的时阵哦，若是开讲无费，无认真做代志的人，我嘛要扣钱。有啥物规矩？无人安尼啊！你啊，一个点点哦。OK，你这规矩伤严，我无会接受。我找当接受人来做。我上看袂惯势哦，就像安尼啊，成群结党，带一寡人哦，就当做你家是老大，我才无咧甲你信斗咧。不过较早，咱这个管理的时阵，也无这规矩啦。对啦，头家，你敢捌听过一句话？新的无色，旧的无毒。你今仔日才甲大家讲这个消息，莫怪大家不服啦。对啦，对啦，不啦。那头家歹看啦。头家，拜托的啊，今仔日就准煞，等你甲规矩好好定落来，我一定会乖乖遵守，嘛袂甲你惹麻烦。大家讲好唔好？好。好，今日先莫扣钱，啊，毋过哦，等我把规矩定出来，我一定严格实施。好。今仔日差一点去迄个张新路骗去呢。好佳在咱文主啊，迄支嘴高讲。啊，毋过詹先生若是甲规矩定落来，我靠较好讲嘛无效。你想看嘛？你靠张辛苦，敢会是因为小可仔代志，条哥要甲恁报复啊？兄弟，会趁食了啦？问我其他工头啊，毋若咱，伊嘛共款啊。咱今算好运，无去互扣着，因拢扣着啊。伊安尼做到底是想要安怎？就是贪啊！因拢趁遐济啊，佮要趁遐好偌钱？是创啥啦？还是看有诶哦？册面有看故事，搁记头前。阮厝啊，这写啥？第一条，货物受损，若找袂到，是吊死者，就是损害人的意思。
又甲歹人做分化损失。第二条，做工课的时阵开讲毛费，第一届扣5块，第二届扣10块。这摆连讲话都要扣钱哦。那安尼落喘气都要扣钱哦。系啊。啊，若照伊安尼写，咱赚的都拢互伊就好啊。妈的，老子不干了！做这个还不如去喝酒。好，大家走啦！小蛋，小蛋嘞，大家小蛋者，有诶好我讲啊，哎，冲锋，哎，大家较冷静。我们是也合理啊，我们贵年纪啊。恁先莫走，等我问我清楚。啊，大家拢是照专职的规矩咧做，爱伫遐拢顺顺。总讲一句，大家就照这个规定落去做就对啊。大家拢要走啦，大家走啊！那即摆是安怎？当然是莫做啊，咱毋是因奴才啊。但是要做都无钱通赚的。明华你咧？我看前王爷怎讲。怎样？这后边了？你想做看嘛爱啊？较细意的，莫互伊撞头。天顶的星闪闪是。甲爹本来要破啊，豆仔唔给我流出来，我叫我来扣10块去。你甲我讲啊，你无讲话你写死啊！甲我讲话，还没叫人告钱。伊嘛无讲明月唱歌啊，我哪做哪唱嘛袂用的，我上手板毋是用嘴巴咧。讲起来嘛是棉花上衰啊，行较慢嘛去用扣钱，你今日是了有50块无？讲了就火大。毋过我毋是咧去伊交扣钱，我是咧去伊是安怎讲啥就是啥。咱就头家啊，有法无违法啦。有法就违法，头家嘛是咧遵守法律啦。啊，伊明明就趁遮济，是安怎到用种垃圾包来骗咱的艰苦钱？我一定要找找，看有啥法条咱来对伊。有，你对我来。我向扣一条算你。来，这是阮李兄，迄当阵考高中特考成果书，你看录音无？这内底确实有一寡会当参考的，这几本书，我一定会找到拄赞成的办法。好。啊，阮弟上诶，因为着要想办法缀阮头家规夜破菜找资料，拢无啥困，我就叫伊休一日啦。过来，来。哦，对吧？哦，你今仔无去也好。阮今仔吼搬尿素啦，结果腹着水，电空空，我动快快，有够歹搬的啦。搁叫迄个早仔师傅扣钱，若我安尼落哦，无人要做啊，哈。明华啊，你看这故事看有啥无啊？要袂，搁咧研究的。千王爷，像呀，啊！你今仔毋是要叫恁未来丢人丢车啊？你遐穿较拍的呢，互人是好印象啊！啊，好病好嘛，要请金龙遐食物件哦。咱无听人讲啊，咱拢听人对。毋是啦，是秀敏小姐的爸母啦。秀敏小姐即摆较金龙遐咧行，安尼咱今仔日毋就死人爱食金蕉皮啦？甲咱食一顿饭尔，莫后壁乱讲啦。恁是破坏金兰，搁什么名声呢？哦，好啦，阮先来说啦，你也惊说啊，哦。千王爷，阮桌上卡上，请你去食饭。啊，就进前斗找秀敏啊，恁爸母你讲要请，惊我多有闲啊？有影，这嘛是应该。我咧想，阮桌上甲伊较早遐朋友应该拢长啊，嘛真久无人陪伊啉酒啊，安尼嘛好啊，你着陪阮桌上加啉两杯啊。啊，恁真关心恁爸母，你阁不爱回去啊？
我只要知影因过了好就好。好啦，你赶紧准备啦。